全部选取，大声朗读哦，大声朗读，按播放键。山庄义和圣堂1楼左方，第1代伏羲圣地，代理佛伏羲氏，大道降世之始，降生西南方，以封为姓，教民殿于触目，拜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就天地之生理。序幕，全选，全部选取，大声朗读。64代祖师，道统名师简介：神元山庄义和圣堂1楼左方，第1代伏羲圣地，代理佛伏羲氏，大道降世之始，降生西南方，以封为姓，教民殿于触目，拜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就天地之生理。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。是为摄天干的支，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2的支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12生肖为其代表批：8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灵属，子时23、01、23横线24叶子等于阴，24、01早子等于阳，前属阴，后属阳，前角4爪，后角5爪，眼属阴，无白眼，目视不远，属眼。临牛丑时01、03等于鹰角蹄2边有齿无牙，上无齿下有齿。临虎寅时03、05等于羊，前角3爪，后角2爪，3加2等于5等于羊，无脖子。临兔卯时05、07等于鹰角4爪等于鹰，无嘴兽，兔唇。临龙辰时07、09等于羊角5爪，无爪龙，无等于树之中，最吉祥无耳朵，龙字。临蛇4时09、11得1、6之气，1等于羊，6等于鹰，回归一无角临马，5时11、13等于羊，龙马精神，自强不息，立睡不卧，睡马蹄，元单1等于羊，无胆羚羊，未时13、15等于羊，羊未退，阴未尽，公羊，母羊均有胡须，无同人灵猴，申时15横线17等于羊5加4数等于9等于吉数等于羊，上身属人等于羊，下身属物等于鹰，眼红等于羊，红木猴，无臀部灵鸡，有时17、19等于鹰，前脚3爪，后脚1爪，3加1等于4等于鹰，晚上看不见，鸡眼，鸡无骨髓灵狗，戌时19横线21等于羊角3爪，无胃灵猪，亥时21横线23等于鹰角4爪，若无惊人的齐全，位列3才之一，为万物之灵常。第2代神农圣地，神农姓姜氏，亦称列山氏或炎帝，教民耕种，造封寺，尝百草，制医药，作方书，拜赤松子得道。辟9第3代轩辕圣地，皇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又称有熊氏，凡书、器、律吕、度量、衡、公式、衣服、器用之制皆始于地。在位期间治国有法，教民有方，遍访名师71位，后访广成子，始得真道。这有阴符经，阐发大道妙旨，后传少昊、颛顼、帝喾四父传之唐尧，皆续道脉。第4代少昊圣地，狮子君制篇说，少昊今天是明治为皇帝之子，异于穷桑，日五色，护照穷桑。第5代颛顼圣地，皇帝训颛顼云：原有大环在上，大举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大环者天也，大举者的也，法天法的，即可治民。第6代帝喾圣地，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，自言其名曰最成功，是以乐教民，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。第7代唐尧圣地，帝尧为喾次子，国号唐，官天相，受名时，便利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新法。第8代虞舜圣地，帝舜为皇帝8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新法，禅让帝位，国号虞，世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第9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堤，治水有功，
受顺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心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子成为世袭，传14世17主语439年，至节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为汤所灭。L 楼右方，第10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除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禹不暇于不顺，放太甲于同，名大悦；太甲咸，又反之，名大悦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。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第11代商汤圣王，汤王为帝喾4子之第3子弃之12代孙，灭夏桀正天下，都伯承运皆衍道统，至纣王无道，天命转移西齐文王皆衍。青阳祁满弘扬音韵第12代太公望圣人，姜太公吕尚，第13代文王圣王，文王始祖契，是帝喾4子之第4子，姓姬氏，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。文王名昌，悟透性理，作后天八卦，发明义理，阐扬道旨，继承天命，后父武王接续。第13代武王圣王，武王为文王之子，名发，伐纣而有天下，国号周，心法相授，复周公接续。第13代周公圣人，周公是武王之弟，名旦，定礼制，治理作乐，平天下，接续道统。代幽厉无道为一大变局，道在分，故三教因运而兴，道降师儒，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，代天宣化，挽救人心。第14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80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谥曰丹，生于楚国陈群，楚国苦县，今河南鹿邑。https://www.ebaomonthly.com/windows/reading/loud/tz/intro.htm 右刮胡，曾为周晋王柱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骑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离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理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画事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人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。https://zh Wikipedia wiki/1 %80%81%15%AD90%。第15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系水晶子化身，降生于鲁的，出世鲁，曾访师7位。后问礼于老子，始得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道于天下。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理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，定理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嫡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层次，心法相授，一贯相传。2楼左方，第16代颜回圣人，颜子会回字子渊，鲁人，复性聪明，能文艺之时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复圣。第16代岑子圣人，岑子会参字子瑜，鲁人，复性至孝，受学于孔子，得受心法，述大学，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接续道脉，世称宗圣。第17代子思圣人，子思姓孔惠吉，孔子之孙，受学于岑子，得受心法记道统，作中庸，传孔门心法，后复孟子接续，世称述圣。第18代孟子圣人，孟子会科，邹人，授业于子思，得受心法，游说战国辟异端，作孟子7篇，其说尊王剑霸，重仁义，轻功利，创新善之说，世称雅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，关敏、汝州敦仪、陈浩、陈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就未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已盘转西域世教皆衍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因运阐发道旨而已。释迦世尊，释迦牟尼，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19岁期家，
后的燃灯佛受记、承运接演道脉说法49年，已经着点度世万载，其道只信作佛，直探本源，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是家度大弟子迦叶，单传至28代达摩，道脉赴海中国。第19代摩诃迦叶尊者，西天第一代，本名毕波罗耶那，富尼居卢陀杰波长者，母名香智，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，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望舍城不远的摩诃娑罗陀村。记首曰：本来复有法，复了言无法，个个须自悟，悟了无法。第20代阿难尊者，西天2代，姓沙地利，为佛陀的堂弟，富迦毗罗城白饭王，在三藏圣典结集时，开悟正果。文殊菩萨赞阿难曰：香如秋满月，眼似净莲华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，在佛陀10大弟子中，被尊为多闻第一。前女众能依法出家，全赖阿难尊者之力。有记云：本来无有法，无知亦无法，各有须自悟，法自无知法。第21代商那和修尊者，西天3代，姓毗舍多，又名舍那婆斯，中印度摩图罗国人，父灵圣，母娇奢耶。佛陀曾行至摩图罗国，向侍者阿难说：此片青翠异常林地，称之为流茶。在我灭度后约100年，定有比丘以9支绣草为名，在此地大转法轮，化度有情，果然应验。尊者出生时，正因此瑞香，故用瑞草命其名。传记一首：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第22代优婆居多尊者，西天4代，赤利国人，种姓为首陀罗，父名善意，17岁出家为三祖侍者，20岁正果。记曰：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第23代提多迦尊者，西天5代，原名相仲，摩迦头国贵族，居多尊者更其名。尊者闻之，欢喜赞其师曰：巍巍七宝山，常出智慧全回为真法位，能度诸有缘。师亦为之回赞曰：我法传于汝，当现大智慧，今日从无出，照耀于天地。尊者记云：通达本心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同为悟，无心亦无法。2楼右方，第24代弥遮迦尊者，西天6代，为中印度人，本系修仙术者，与师有缘，舍术归道，入佛城，得获无漏究竟果位。留记：无心无可得，说的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实解心心法。第25代婆须密尊者，西天7代，为北印度人，姓婆罗多。尊者说：仁者论即不义，义即不论，若你论义，终非义论。记曰：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，正的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第26代佛陀难提尊者，西天8代，迦摩罗国人，姓瞿昙氏，自小即辩才无碍，过目不忘，14岁即极目出家，只欲名师皆成衣钵。佛陀密多礼拜尊者云：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尊者随即即答：汝言语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是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复心法记曰：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第27代佛陀密多尊者，西天9代，提迦国人，姓毗舍罗，年已50，口不开言，足不走路，承接师之父主后，便到中印度去弘法利生。为记一首：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的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伪。第28代邪尊者，西天10代，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60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。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：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欲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居八解脱，终不以邪治习。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邪尊者。记一首：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
第29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11代，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父宝生，乃贵族之子，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毗。12尊者问尊者曰：汝从那而来？尊者答曰：我心非往。师曰：汝住何处？尊者答曰：我心非止。师又问：汝不空耶？尊者又答曰：诸佛亦然。师说：你不是诸佛。尊者又答：诸佛也不是尊者。未记一首，迷悟如银线，明暗不相离。今复银显法，非一亦非二。第30代马明大士尊者，西天12代，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胜，初为外道修士，世智聪辩，经富那夜奢尊者度化，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：你叫什么？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大士又问：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大士再问：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大士曰：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。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记曰：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第31代迦毗摩罗尊者，西天13代，为摩揭陀国的华氏成人，当初是以外道者，是为非凡辈之人。记曰：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记，悟此隐显法，非语亦非智。第32代龙树尊者，西天14代，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胜，精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12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记曰：为名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，于法心不正，无嗔亦无喜。3楼左方，第33代迦耶提婆尊者，西天15代，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。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波水洪然，一真到底的公案。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声相所能喻的，后承接依波心法。记曰：本对传法人，为说解脱理，于法实无正，无中亦无始。第34代罗睺罗多尊者，西天16代，是迦毗罗国的人，承接衣钵后，律丹广行教化，最后将心法传给以正无漏者。僧迦难提留下一记曰：于法干无正，不取亦不离，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？第35代僧迦难提尊者，西天17代，系是罗伐城宝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7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10年，便遇上了溺水溯源找他的罗多尊者。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，求道儿的记忆法，记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花过一复耳。第36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18代，摩提国人，姓玉头兰，父天盖，母方胜。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经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。有次殿内铜铃响，其师僧迦难提问尊者：是铃在响，还是风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啊。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寂静的。其师云：善哉，善哉！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的剃度具接受为一组成人。记曰：有种有心的，因缘能发蒙，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第37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19代，为大月氏国人，道基根深又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。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，自遇到18祖迦耶舍多的度并继承祖师，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为己任。记曰：性上本无生，为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的，何怀觉不觉？第38代舍业多尊者，西天20代，北天竺国人，智慧聪颖过人，承受师父慈氏法喜，深慧忠心，
的文真理中承从上以来之顿教衣钵，从此进行受去，带导众生。记曰：言下何无生？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事理尽。第39代婆修盘头尊者，西天21代，系罗越城人，姓毗舍屈，父名光盖，母名延一。家父本无子，父母导求子嗣于佛塔，专修头陀苦行，不盗丹，不卧睡，为世人敬重。弟子颇多，人称变形透陀。记曰：泡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？达法在其中，非经亦非古。第40代摩拿罗尊者，西天22代，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，是以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。后传法付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。记曰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的性，无喜复无忧。第41代赫勒那尊者，西天23代，系月氏国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父名千圣，母名金光。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慕，故以此名之。能教导鹤众，证得道果，将如来正法掩藏副主狮子尊者。记曰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可得，得时不说之。三楼右方第42代狮子尊者，西天24代，魏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。该国之信仰大致有学禅定、知见、执香、舍相、不余等5种，均不究竟。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记曰：正说之见时，如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经。第43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25代，系继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继行，母名长安。诞生即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。而后密受心印，承继法嗣。记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第44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26代，南印度得圣王之太子，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：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，在王宫受具戒。记曰：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因缘而化物，方便乎为智。第45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27代，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因身。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己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人称之为璎珞童子。得遇不如密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新法，获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，后传法于达摩尊者。记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力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第46、47代达摩祖师，西天28代，东土初代，初祖姓刹利慧达摩，是圆觉禅师，乃胡成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南印度，相贤国王之太子，自幼佛性不昧，从盘若多罗尊者修行，继承西天28代祖位，于西元527年，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，将道脉赴海中国，是为老水海潮，尊为东土初祖，传真法，直指人心，不用文字，初度梁武帝无缘，赐指神光大悟，后隐于河南中岳山、嵩山、少林寺，面壁9载，公元国满，脱化归西，遂将道统复神光执掌，欲留末后收元正语曰：吾本来东，资、土、说、传，法度迷津，情，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。第48代神光祖师，东土2代，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得出祖点化传授之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宏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49代僧璨祖师，东土3代三祖姓于慧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
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。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复曹洞执掌。第50代道信祖师，东土4代，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信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又是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到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雪履云，嗣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第51代弘忍祖师，东土5代五祖黄梅氏，是大满禅师，乃灵宝金童化身，其母因食黄梅承运，故取姓黄梅，又于四祖传授至道，是母至孝，人皆称为孝僧。后遁基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，道统授慧能、执掌。嗣后分出2宗，建宗神秀，顿宗慧能。4楼左方，第52代卢慧能祖师，东土6代，六祖姓卢号慧能，是大建禅师，乃得藏古佛化身，母怀孕6载，其先祖本范阳人士，客居岭南新州，自幼好道，闻经有悟，始至访道，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，祖命在寺随众作悟，他对聪密，受尽劳苦，彻悟本性，3根入室叩师求法，五祖传以至道，并授衣钵继承道统，主言衣钵为真端，直汝勿传，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，后将密法传之白、马2人，副主白、马，天意已定如启示中，道降火宅，和光同尘，勤参菩提心，永证涅盘果，谓记曰：释迦从此觉宗风，儒门得法之道通，日后3期开普度，正心诚意和中庸，从此不传衣钵，道转火宅。六祖后至怀州上爱岭最高峰石室中修炼，经传为六祖言，后返曹溪而教大法，学者云集，讲经说法化度有缘，而不传之于僧也。第53代白玉禅祖师，东土7代，白祖慧玉禅字如慧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于六祖被恶僧寻追，就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武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授密法，主以火宅修炼，净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53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7代，马祖会端阳，号道一居士，系西域12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，得参谒六祖，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授密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，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54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8代，八祖姓罗慧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由江西九江府释玉白、马2祖说法，得受之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折经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是10天时未至，众生孽重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足以杀生了道，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，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1000余年矣。天时将界，天命元始天尊分姓林凡为9代祖接续道统。第55代黄德辉祖师，东土9代，九祖姓黄慧德辉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德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变通，又时的神人传授真传谣接道统，阐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。因度众心切，恳祷上苍早开普度，诚感上天，而得离本，愿忏雷暗安第3生3经玄机大谢，又者黄极金丹，欲作3会收元凭证，后杀生了道，法复五祖继承。第56代吴子祥祖师，东土10代，始祖姓吴惠子祥，号净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继掌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了道，五祖了道时，远近居民俱见祖跨河飞升，献俘乃命敛丧礼祭之。第57代和乐苦祖师，东土11代，11祖姓何惠苦豪乐苦，乃9天斗母天尊化身，素好清净，立志修道，后遇五祖意志相投，同修同练，得受真法，令4祖为辟。
16. 禅化洪都，后访至贵州，道统授予元祖执掌。第58代元退安祖师，东土12代12祖姓元会退安号无期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得合祖典化传授心法，承运道统，开荒前颠，复产道西蜀度化徐，杨执掌道统。第59代徐海无祖师，东土13代13祖徐祖会海无号极南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德泽深厚，遇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4楼右方，第59代杨海虚祖师，东土13代13祖杨祖会海虚，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，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喜悟丹经，自遇徐祖后，屡考不退，得受至道，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生了道。徐、杨二祖归后，元祖复掌盘调理，至元祖了道，嗣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相于汉阳，派出五行使分正邪，永定云城张成，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，灵将士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作收元之定评。第60代姚鹤天祖师，东土14代14祖姓姚会鹤天号明池，乃瑶池金母化身，暗授天命承运道统，传道数年，复法王祖执掌。第61代王觉一祖师，东土15代收元之始15祖姓王会西梦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降世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，17岁往山西访道，得受真传，这有理数和解、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信理真传。至光绪3年1877年，承运道转贵州，西甘堂改称东正堂。第62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16代三教合一16祖姓刘会化普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于光绪12年1886年，承运奉命三教合一，东正堂改称一贯道。弘扬期满，附注：清光绪31年，公元1905年，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，至中华民国94年，公元2005年，满100周年，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白杨音韵谱传第63代陆中一祖师，东土17代17祖姓陆会中一，号通离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只一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3年磨练，于30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，音韵谱传，尊为白杨初祖，于民国14年1925年升天，天命复工厂祖继续谱传。第64代张天然祖师，东土18代，表情符号吐舌头。17、18祖姓张慧光，必字魁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14年1888年，山东济宁，于民国2年1913年，得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5年承命助路祖阐扬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19年1930年，奉天承运继18代祖道脉，司掌道盘，而办收元普渡3曹，及飞鸾已开化，假人言已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姓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8年为传道之名师。第64代孙惠明祖师，东土18代，姓孙名素贞，字明善，道号惠明，山东丹县人，生于光绪21年，于民国19年与师尊统领天命，同掌白杨道盘，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日以继夜，为救3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就是苦心，悲愿感天，道务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9州。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36中秋夜，人虽元寂道犹存，仔细太阴继承接，立即立人天命丹，言简易深难醒觉，见了不忍视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3阳度元人，复使西皇降道元，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办收元。公长，子系祖，承担万8年天命，普渡3曹，继续办理末后依着收元大事，